財經消息方面，據最新一份報告顯示，本國整體房屋租金6月份嘅平均超過1800蚊，租金較5月份輕微上升，其中溫哥華同埋多倫多嘅租金最貴。石潤森嘅報導。據網上租屋平台 Rentals.ca 嘅報告顯示，本國6月份嘅全國平均租金係1885蚊。雖然租金較舊年同期上升咗9.5%，但就較2019年6月下跌3.5%。按房屋種類分類比較，好似係獨立屋同半獨立屋等嘅單住宅房屋，6月份嘅平均租金達到接近2900蚊，較舊年錄得超過13%嘅升幅。而柏文單位嘅租金亦都超過2200蚊，升幅都超過10%。至於全棟出租柏文單位嘅租金，今年大約係1700蚊左右，租金升幅較舊年只係得5%。以省份計，卑詩省嘅租金最高，平均達到2356蚊一個月，較舊年升咗2成半。安省嘅租金亦都達到2232蚊，排第二，按年升1成4。而斯高沙省嘅租金就排全國第三，達到2177蚊一個月，較舊年升咗1成9。如果以地區計，6月份溫哥華柏文單位嘅平均租金達到2936蚊，按年升近2成半。而多倫多嘅柏文單位租金就按年升近2成，平均租金達到2463蚊。據另一份報告更加顯示，多倫多柏文單位嘅租金尺價升至3.5毫7一尺，較舊年同期錄得16.7%嘅破紀錄升幅。